现在说走就走，一道山当别拉钩，一塞塞一条，给在梦影底的鼻送，没有搜寻也不需要翻新，用手一嗓音，闭上眼睛，大口呼吸。享受生活，有多久没有慢下来，用心的去感受？抹开散发黑英雄，愛嘅就灑灑灑灑灑灑灑，無浪費時間，唔是太在意拼音用嘅款，做情後嘅去干了 best of you。哇，很享受哦！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喜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今日聽到你喺個上看到了畫面，係咪第一進入哪一種世界呢 ？Rita 哋咪2年，我總算等到了新生台母語樂團嘅創作才子，強得佢發行嘅人生當中第一種客語專輯，按到朗朗，到底咧朗朗有乜嘅意思呢？實實應該用錯，嗰時。冇浪費時間，來朋友，強德 Best of You。大家好，我係強德，我帶來我親情嘅創作專輯，按到朗朗零零。哇，歡迎！哇，強德真嘅係無可限量嘅功德無量啊！阿彌陀。因為真嘅啦，上來上一次聽到嘅作品係因為比賽嘛，過去2年。呢2年嘅時間，我所動到嘅能量呢，因為家人聽到也 Best of You， 嗰種搖嘅聲音，嗰種優雅、含個小暖、溫暖，有一種柔美的感覺，不過又多一種強鬆嘅感覺，係嘛？哇！呢2年真嘅冇強樣哦。先同大家紹介，家人聽到 Best of You 係主打嘅歌曲係。算係第一首有視覺輔助的一首歌曲。上嚟係有一個 MV video 嘅。對，一個 vlog 去錄影安尼。係，嘅 Best of You 就係俾大家看到最好嘅強大安尼意思啊。就愛想俾大家有一種輕鬆嘅感覺，因為也下大家就懂無限。可能就是迄大家就會，有時候我想講就體驗咗無限嘅世界，假使做得有一系列本去加變輕鬆嘅機會也時間也好，可能去變輕鬆一下會將個轉來，就做事情嘅可能會更有效率。咁你知道冇？人哋下個嘅時間，知道上次下個，當初係本人聽，本片人聽，唔過不是係對自家講。係咪係？真嘅係呢，因為你係從台中家鄉的苗栗嘛，本在台中待，也搬到台北，算是一個逐夢的過程啦，哈。有發覺動態冇強樣冇？就是一個衝動啦。去年剛搬上嚟台北生活安尼。但係台北然後其他地方就會有一些人冇共用，即係只有也好啊，可能人老人之間嘅感覺也好，就有一些冇共用。有關嗎？但係對我來講就會一種挑戰。哦，對，就是假使我台北就做得生活得下去的話，那我現在可能就做得。而係冇意思，意思講喺台北生活真件錢冇簡單，因為我係新中人嘛，我係到台北讀書，後來喺台北做事，到一下我有自己嘅家庭。所以台北其實就係當豐富、當多彩，唔過咩當家，上司又對緊張，也壓力重大，嗰種係也下當好去睇資源。冇錯，我係轉去看我阿公阿婆，本來遲早要變強數，
他一般来市场就不用牙膏，一天四周应该行走就躺牙膏，整件心情会变到很啊开朗吧，较 relax 的感觉，较chill的感觉，较 chill。古时候亚种专辑人吼，迄希望出本大家透过音乐，还不用轻松，有自由的感觉吗？亚种专辑其实想本大家一只惊喜。哦，因为大条歌曲可能老头摆唔讲係認識嘅，也唔認識嘅嘅，可能就會談到多麼強勇嘅強敵，也多麼強勇嘅客家音樂安尼。真嘅，老實講哦，第一擺我看到強敵係因為我到去日姐姐嘅土立書店表演，而係來聽書做音響嘅工廠。PA 小弟來聽書吼，嗰當時看到，哎呀，有一年有才華，人哋咩彈吉他，個聲音唱起來有到個滄桑嘅感覺，真嘅，嗰當時安尼感覺。唔過一擺我做你幾三年後有都市化嘅感覺，韓國有嗰種嘅。較流行、歌下優雅、成熟嘅感覺呢？唔知有吃到嗎？冇吃到呢，冇感覺。有得聽音樂變化，咁係可能係因為編曲又冇共用，本一個吉他，唔出彈本嘅歌。我一擺當初沒有邀請到黃少勇老師來合作，佢同。全新嘅編曲，睇來冇強嘅感受，彈過2-3個動嘅緣分。係，因為我係畢生認識佢嘅，佢係我嘅評審欣賞。結果呢，你都在唱到評審同編曲唔係同強呢？冇啦，度後我嘅始終唔係認識佢，然後我提個前一首歌曲，我編曲嘅方向嘅時間，我就請到一條同喜歡嘅歌曲，看佢嘅 credit 就是係慢人編曲嘅，邵勇老師，我就記得聽老外嘅始終人講，我就想去簽佢，佢度好認識，佢就老外去講，按你時間又做得，然後意願也做得，就做得來合作強下。佢合作嘅時間，因為你自家做模擬創作，你自家寫歌，韓國你自家演唱，不是其實我哋掌控咧大部分音樂嘅方向吼，同編曲當然就係溝通啊，又同製作人，算係3方面嘅嘛吼。你自家的溝通，咁要遇到困難，一講一擺就合作到非常嘅有緣分。然後邵勇老師嘅合作係一擺就非常嘅緣分，佢聽一擺轉來嘅編曲，我聽嚟就哇！因為數到編曲嘅時間可能會天差地遠，就有時候那是一種賭博的感覺。因為人講嘅同佢嘅感受係冇共用，也就係藝術創作冇完全共用嘅。係，就是大家就是認知冇共用。係，嗰時候邵勇老師聽一擺加數到，然後就有一種哇，超乎我想象，然後那種加分的感覺。因為要說歌曲一開始創作就係我自己先用編曲軟體先來做一個氛圍，然後就是跟邵勇老師說一些我的關鍵字，然後佢就朝這個方向去做安尼。哦，安尼要當厲害呢？嗰時候聽來一種專輯開頭做來就一順利吼。唔順利嘅看唔敢講，用誒。有時就是最不順利的地方是最難去講述的，就可能很難表達。一定會有辛苦嘅素材。對，但係對我來講，除了音樂以外嘅方面，都全部就懂難，因為去家係調教，咩去家係artist 要 get 聽懂到事情，比如講視覺設計啊、去胸啊。然後設計專輯設計也好，就是很多地方都是要自己決定，但是又是去搞看唔了嘅領域。哦，如果領域嘅好處是講，你做得先，你好嘅，你做得 get 聽愛上嘅安尼，唔係講拍上你推唔 get 聽啊。對，好處就是邊走邊學啊，自己也可以學，但壞處就是你有時候不知道怎麼跟他表達。想要表達去甲上，我嘅係馬街，然後佢結束嘅有可能又有一團落差。係一種專心嚟做咩動厲害，你自家唔講自家做調教，自家寫案呢，接受到文化部嘅補助，有冇簡單呢？殺出重圍，本評判看到你嘅貼片。運氣啊！哎呦，當謙虛哦，咩也有得傻皮，要講更車。因為一種專心動人嚟聽書啦，包含講要動到音樂人，譬如講新生台，我咩動欣賞嘅王宗偉，沒有介入，還有個細妹上動獎嘅，係亞維莫瑞，
原住民歌手，每去提一个比赛，动态嘅比赛当红颜色嘅欣赏安尼。古时候之后廿几年後，唔同嘅模擬嘅創作，參加無強嘅比賽，咩不是有好嘅成績，本唔說是當到好朋友，當到音樂嘅。慶喜歡咧就會做啲顏色愛切揀咩當輕鬆嘅音樂。哦，古時候佢哋就揀音佢哋來做安尼嘅音樂，同來合作。係。哦，嘅音樂當中當像譬如講總理啊，佢做一個 rapper 嘛，佢做係饒舌，香港人咩會饒舌？就係我喜歡嘅曲風當道，古時候一啲專輯上愛實驗的，應該說是實驗嘗試的東西就很多。對，就古時候我一開始提嘅討論嘅時間，就會老這種人講我嘅編曲上愛嘗試老條版冇強用嘅，就會老嚟講，你要不要自己編多一點吉他，彈多一點？我說不要，我想要嘗試自己一個人辦不到的事情。好，嘅我想吼，你做啲 rap 一下，本大家感受一下。好，做啲先衝一下。好啦，一細段啦，本大家感受用哋嘅 rap 係點樣？好。兩兄弟係全市地位度第3條歌曲，老總為合作嘅歌。馬開事情全部交俾兩兄弟，交俾兩兄弟，交俾兩兄弟，交俾兩兄弟耶，好勢好勢呀！馬開事情全部交俾兩兄弟，交俾兩兄弟，交俾兩兄弟，交俾兩兄弟耶，天天恩。強化了，先老發嘅心情全部交俾兩兄弟，耶穌歌曲堂體應該會卡歡喜，家下嘅手裏 Let it be， 親愛兄弟。哇！有冇強嘅感覺咯？我相信睇下係咪一次上去彈下去，根本嘅當場安尼嘅音樂 party 出嚟彈，講得佢嘅音樂嗬。呢一下繼續多陣嚟歡喜來咧，繼續嚟彈好音樂。天父全部切替，可能卡唔會歹勢，用皮膚感受日嘅溫度，點進黑暗無條，亮灑嘅世界，你就係愛就係你，可馬上先斷掉。切塊空氣腐蝕身體，斷掉，還有幾暗部嘅時間做得浪費，斷掉，其實已經感受到你嘅調戲，斷掉，煩躁嘅呀。煩躁嘅呀，哇，煩躁嘅呀，做講地嘅時候哦，以為嚇人呢，不用聽個真多不易來咧，我瑞談用聽，剛剛我相信所有嘅朋友本講地嘅歌聲要本佢嚇到麼？佢講嘟唔掉，講地，你到底乜嘅嘟唔掉講啊？嘟唔掉，希望大家堂體藝術歌曲可能會學習到嘅合法。哦，就是唔管係了解合法也唔了解嘅，就可能會學到一啲法。咁厲害呢！阿哋嘅音樂還做做課語教學，中間還有中文安尼。哦，安尼一下歌嘅時節，當初唔加錯誒。其實我看，其實藝術歌曲，大家聽到專輯底度嗬，佢嘅編曲各方面，嗰種氣氛，有人說好像有點魅惑，有點迷離。
有点浪漫，本人有种忽远忽近，然后其实是懂 TPA 感觉哈，当像耶稣歌曲，带本人希望你冇反超，不过其实你没懂反超，就是一种关灯之后懂得个熊熊啦，耶稣歌曲上写嘅东西。古首熊熊你武汉哈，耶稣歌曲同睇下小記一下，咩喺전시當中較無共樣嘅曲風。喺전시底尾度第一條歌曲。咩喺我上去唱本台家唱視覺到聽覺第一個接收到的一個感覺，就是可以在聽感上有一種驚喜。當전시第一條歌曲就會哇！就是好，咁無共樣嘅客家歌曲的一種感覺。嗰首愛同天父搭貼，當唱歌詞啲都唱到誒，就按呢木塞塞來彈出好誒，對，就是一種迷幻啊，然後介於一個微醺的一個半壓嘅感覺。係吼，耶穌歌曲係提個下，就是兩個人共處一室的一個想象，在關燈之後。嘅耶穌歌曲咩喺本當唱自家開始學習無共樣嘅編曲係啊，用天樂來做。係我去年當上嚟台北以後學習嘅自家摸索編曲軟體，做嘅第一條歌曲。哇，呢種有意義呢。對，然後 Best of You 強下，嘅用是強下，就是研究之後，算是先做一紮氛圍 vibe 之後，再從那個氛圍裡面去唱進歌詞。對。咪同好奇啊，因為講的開始做生意，就一直做同音樂有相關嘅，包含咩要做教學嘛，個後來一下正經下那層行業音樂對製作方面哈有下那層嘅認識，自己開始要摸索這些編曲，其實懂難嘅，做懂難嘅。但係就會有一種原來我咩做到我自己喜歡嘅用嘅，可能頭擺用一把吉他能夠做到的事情有限，或者是本編曲欣賞，他們的想象也會有一點點局限。嗰是我做的做無共樣嘅編曲，先做自己嘅 demo， 本編曲欣賞嘅時間就會延伸出很多無共樣嘅變化。溝通上對音樂嘅呈現做得較完整。我自己咪會較了解編曲欣賞，可能溝通上要怎麼樣更精準。同好啊，這種懂認真呢。都後面喜歡。講係談亞種전시嘅時節，我會知道講，一下按呢個講的，一下按用嘅講的，所以亞種전시看到懂面向嘅你，係包含講的音樂嘅設計，我覺得它不是只是用一張專輯來做，係每一首歌曲有自己嘅性格。每一首歌其實都蠻跳，對亞種전시地圖來講，它不是完全一致，佢係懂多年嘅。因為我一開始喺上亞種전시嘅風格嘅時節，我就有想過頭擺有欣賞講我嘅歌曲，頭擺喺自彈較多，彈起來就會較上腔。就是用吉他咩？對，我唔想有一種전시可能10條歌曲，彈睇2條就像彈睇規啲전시嘅用嘅。然後我就想去嘗試懂無共樣嘅感覺，但係用故事內容來串起來。哇！然後就大條歌曲就一開始撈七種人討論嘅時節，就想去撈大條歌曲就有一些無共樣。嗰時候提選歌嘅時節就撈可能較上唱嘅歌曲先就是刪除掉。哇！你選歌嘅時係真困難啊！一方面第一就係講你下嘅歌要拉到，因為要不然全係自家全唱嘛。全部都是全。對，你寫的歌量要夠嘛，第一係安尼。第二就講人家讀睇以後，我也未好，咁用辦咯。有冇聽埋人嘅意見？就會本自己一隻帶來，就一隻帶來到位就好，下好離手。真的我就是這一首的，鐵了心了這種感覺。係啊，跟某本以前都給條歌曲用個啥，你會讓他有機會這個曝光嗎？可能還是會有機會曝光，但是對我來講，就可以給用是當下已經是盡自己最大的全力來做一下給聽，然後也是覺得說這已經是那個目前那個當下最好的慶賀嘅這個最適合嘅。因為也有撈七種人討論過。集結了無共樣人嘅意見。嗰時亞種전시有2個製作人。跟你自己算係製作人冇？你咩同唱係製作人呢？我自己咩係算，但係我冇撈名嘅寫到製作人嘅部分。對。係。有哪2位製作人？有 Western Hazy 的林奕奇，然後也有張敏祥。
好2个啊哈，2个制作人来做一种转型，你转型会做的过程当中会上草无严格无？其实一开始给听爱本机用啥来做，就是给听爱用在这种人的时间，就有先观察一下，给用啥个就是相处模式还是合不合，对不？对，但是因为给用啥沟通的方式，逢是懂吃讲。然后也不会说是真的造成对方有什么感觉，是他们是真的沟通上就很直白、很直接。真緊就講音樂，對，好，我同心講都會想法哈，就味道本一種轉型就會完整下那好。就大家嘅目標係一致嘅，感覺係也係清楚嘅。你係要吃動很遠呢？係，因為頭前有音樂朋友，韓國黃少老師同編劇，嗰兩位製作人大家伙到，韓國味道一種轉型向下努力。要同咗哋互相溝通。其實順利哦。也冇當順利，其實一種轉型一開始我以為一隻起頭係其中一隻製作人係張敏祥，我喊提推動嘅時間，也就打電話俾我，突然哦，他就說，就是來弄一張客語專輯，有沒有搞頭？然後就是說要寫補助案，他又認識林奕琪，可以找他協助。咁樣時我就當氣氛一起搞嘅他做的音樂，嗰種嘅咁樣時我就想講愛來賭看。挑戰一下，試看啊！對，我就把台中嘅事情就不用好了，就車架就殺來台北，就一心一意、一股腦的想要發展線安尼。哇，很勇敢哦！本種山谷裡。呀，想要就神力漂洋。對啊，冇辦法錢。你生出來安尼，因為你迄個廿擺唔從，可能下2擺，你根本就冇勇氣啊！也係最好嘅機會。迄個亞當時冇做。夠經驗就講很難呢。對，有可能就是存錢下食材，係就把握一個當下的一個衝勁。都好誒。嗰安尼我看到一種轉型哈，佢嘅名啊，很多兩個人，中文很多人咯。其實係想要表達兩隻圓形的圓，然後它分別代表的是緣分的緣跟根源的源，然後會用靈這個感覺來表達，是我覺得。七家應來應後嘅方向，當係老做客家創作來講，就是老佛卡跟人感情也應來應後，就有一種好像回歸到最原本的歸零，但這個歸零對我來說，也係一種艷風嘅感覺。哇，安尼係一種最真實嘅感覺，因為迄個你看下轉型吼，伊個係講的，它是其中一個零，就係佢嘅生命；另外一個圓，啲嘅順風，就係緣分嘅順法。我記得看嘅時間嘅時候，這是一個無限的。對，無限的意思，你做一個佢係一個有機的循環，你咩做一個，就係因為真實，就係因為經驗，將做得一直向前行。聽到唔同我看人嘅關係，見來見去我就動感同，因為聽嘢阿婆啊、行歌啊，一條歌曲我就知道，哇，非常嘅感動誒。就是也非常嘅感謝有記到這樣安尼嘅環境。因為我提波卡可能大部分嘅時間也係講客家較多，對。錯，也係難一點，就係同講的比數字講，因為佢嘅客家話講到動好。佢說唔寫嘅客家歌就講，人講有得清湖，也講咬絲動章，講唔用嘅旋律，真正係走私行腔。佢說聽起來就係真正客家話嘅講法。佢說嘅規則旋律啊，同語言是很流暢的。就是我去講咩非常才藝咬合度跟詩韻嘅部分。就希望做啲聽嘅是客家話嘅人，可能唔是看歌詞，就聽嘅出來聽嘅講嘛。哇，感動，也係當創業嗬，語言嘅歌曲就係安尼嗬。等下多陣來繼續來聽眾哋分享佢嘅音樂咯。所有好朋友，真的歡喜來咧！我係 Rita 林妙婷，今日嘅節目當中邀請到新生台副上有催化嘅創作歌手歌上未當好聽，係強的佢總算
拿出去第一种全部你嘅作品，再次嚟分享兄弟，兄弟好，大家好。哎，我真係同恭喜啊！所以你真係當認真、當厲害呢。你真嘅乜嘅出國題，出走來台北追求夢想，我出希望你，因為我咪差唔多。繼續加油，我希望繼續睇到你動到精彩嘅創作嗬。呀哈呢，Rita 入邊呢有叫做滿天滿意，因為家下嗬，在睇你唱歌嘅時間，我順口就動到你啊。佢嘅我，佢嘅聲音係我睇我係想要多多認識你嗬。出嚟唱歌，係講真嘅冇做歌手，你知道你要去做嘛嘅？你有想過嗎？可能會去做欣賞，頭擺喺體育欣賞，有做過體育欣賞，然後特教老師。真嘅哦，係講真嘅，一下唔做音樂，你甘願出去做欣賞？也唔會。唔過做嘢好曬，做嘢你做彈吉他，彈嘅歌邊你就彈啊，其實咩動幸福誒？不一定上課嘅時間會彈吉他。係嗬，無強嘅職業有無強嘅專業，也講辛苦嘅所在。係啊係啊。做創作歌手較辛苦，也做欣賞較辛苦。知道辛苦嘅地方無強用，但係都辛苦。哎呦，都辛苦嗬，既然做埋較快樂。應該較快樂。當然係嚴格，就會啲啊。好，迄個我常用10個客家詩來形容人專輯10個字哈，我用來形容我同事。實習，我讀好實習。係啊，靠唔啊？嚇，讀好實習。我知道你係懂嚴謹的人。對啊，還有10個誒。所以啊，真嘅哦。快問快答，還有10個字。好啦，你來形容一下啦。還是形容一下懂無強用，可能懂 urban， 可能懂窮，懂潮，然後做啲題不會傾到你去甲伊講明嘅故事。好，做啲超過10隻事。哦，嗰時候有杜飛嘅感覺，有變強鬆嘅感覺，有時行嘅感覺，不然知道喺音樂當中會看到、會聽到無強嘅強調，會傾到一個無強嘅故事。我係說明好冇？好，懂好。還好。係，迄個大家聽到你嘅音樂當中，會喊得到你聲音，你最本大家看一個你自己覺得你最帥的表情哦。完蛋，我好像不太適合，跟這個帥這個字沒有什麼關聯。哎呦，你又做到那個？對啊。嗰時候你係嚇用嚟本太。不看鏡頭可能看輕帥。好啊，你來做一下用嚟。就不笑，不看鏡頭。當面扎起了安尼。好啦。你知道你係可愛型嘅係冇？不知道我不知道怎麼定，我覺得自己講不太準啊，自己看也不太準，對。好，請大家就關注自己音樂就好嘞。請大家留言告訴我，你覺得是怎麼樣啊？你做得送哪去請？啊，做得去Facebook 啦、Instagram 呀，還有 YouTube 搜尋兄弟，上面一個龍，下面一個共同的共，道德的德，就可以請到來。好，歡迎大家留言本兄弟，然後一個，你知道兄弟係一個用嘅個兄弟，安尼要做得啦吼。請問吼，你喺啲音樂圈當中，最好嘅朋友係馬啥？你輕鬆嘅請佢出去嘅，你輕鬆嘅同佢合作嘅。第一個就是我現在還不覺得自己是音樂圈的人。第二個是可能要在角色已經就是現在進行之後，可能係總理。啊，王總理要同佢合作，繼續做下一種音樂嗎？有可能會繼續合作，向下搞，先向下搞。哦，期待哦，期待有新嘅火花哦，本睇下談到新嘅音樂嗬。好，佢喺講一下嗬，啲舞台當中出現一個非常危險嘅情況，第一個係唔唱歌走音，第二係唔嘅吉他嘅跳嘅走態，你會選哪一個？第二個好了。自家做唔得有失誤，樂器做得。因為做得老吉他就是沒較細上台位，先上後台，就是大家可能加速度去卡到。哦，最起碼你嘅上係 OK 嘅。對。哇！靈機應變的話。好，我相信大家喊得到認識兄弟嗬，係一個真的算是蠻謹慎的人。嗰時候可能係唔係同頭擺做欣賞有關係，你知道？個性吧。真嘅哈，是謹慎認真的那一種哈，感覺偏謹慎。哦，唔過一種音樂我知道彈起來易強鬆誒，係懂無強用嘅人。係，就是一啲專輯大條歌曲就可以一隻無強用嘅兄弟。哇，大家一下懂上愛
买到专辑哦，当然节目当中就会请大家多多支持啦哈。买到专辑我现在买呢。名录后面都得买到成品音乐啊、五大唱片、家唱片的实体跟名录当红就做得起到。哇，我说大家就做得买到，谈讲给买到专辑的时间，低度可能会有惊喜，系吗？就是预购版本，现在也还有一些，我有一种小卡片含有贴纸。哦，听说是一些撩妹的金句，系吗？撩妹的只有一个版本，就是小卡片里面大概会有8个版本左右，然后撩妹的是只有1个版本。你还有特别设计，就会讲有对个小卡片，本书度嘅歌迷会有 surprise 啊。嘿，因为大众就会爱去甲手写嘅。哇，对，意思就会讲有文图出错嘅。应该，就失控的冇可能会懂好看，但是心意满满啦。请等一下哈，大家一次看到就讲的就会一斯文啊。不过其实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你还有嘶吼嘅安尼，系吗？有。嘿，晚两首歌，嘿，比较不一样，比较凶这样子。我想要弹可能偏重的版本。当然啊，今日来到节目当中，唱歌很好弹，来聪明大家弹一下。吃可呢？有嘶吼哦。好。一塞团就好了吗？好啊，一塞团，来唱一本大家欣赏一下。就当作亲密摆，咱命一条彼边，无再搁飞着看，拼命的借我，让迄亲密摆，你的膝盖，无再搁飞着看，就算你给我看那哎呀呀。莫行。哎呦，安那个讲的好像蛮 man 的耶，因为我看我的感觉哎。对。你跟他唱到安那冰凉哈，今日节目当中特别有同准备，来倡议，来分享一下，你2020年其实有许愿呢，你还记得不？出发专心吗？来看一下，几当时人讲，希望这家做得发下2条，无到3条嘅单曲。你实现呢？对。韩国人讲专心做得来做，专心做得写补助案，做得完成呀梦想，你没完成嘞。你真嘅当时就听下来，韩国人就讲要做模拟嘅全创作专心，你没完成嘞。你真的是一个很认真、很严谨的人。韩国人家讲到用手写嘅卡片就系有文图嘅，你们真有做到。哇，佢也讲我继续写歌，继续讲想讲嘅话，系咪人透过音乐创作，其实也就会人透过人嘅作品来讲人嘅话。系啊，因为创作对我来讲就会一种寄托，也系一种激流。目前知道讲。还有嘛？几当时想要做都今忙做到的嘛？也还有动到想要尝试某可能曲风的东西，可能去甲做的节奏较重的歌曲，没想要尝试看。就当中加有对较泰丽比较嘶吼的，较唔免按温顺嘅音乐，本大家听到有力度嘅用的。我真嘅，我相信根本也有係一個記錄咯，嗬。可能明年也後年，來聽嘅音樂，就要看到你實現夢想嘅腳跡。其實，家人經講嗬，做也專心喎，實在冇簡單。一直講到唔同幸運，因為當到人同天數來支持你，大家肯定你，包含不卡你無條件來支持你。不過，你會知道懂辛苦嗎？一定懂辛苦啊！不過我係寫會出來，因為我會懂辛苦。最辛苦的係乜嘅？就是音樂以外的事情對我來講就會懂辛苦。聽那件事情沒懂辛苦，就是做決定這件事。哦，對。因為佢講你係懂謹慎嘅人。對，我可能會。你會想懂叫？優柔寡斷。哦，冇法度決定。或者是我很憑直覺。假是聽一隻歌來嘅東西，我去甲當氣氛，
我就会觉得那8、9不离10是很正确的道路。但可以听一扎过来的东西，我有所犹豫，可能就会就是很难，就会惊诶。对，就会有一点点难。哦，古说爱行音乐，行文艺创作一条路，算来係动态决心，因为你就算会犹豫啊。唔过你还係冇講就退後嘞。亚件事情算是冇犹豫诶。哇，没有犹豫的。对，就是因为去甲没喜欢音乐，但是用汉语来创作对我来讲，係一扎不卡本就有安尼个反应，就是这个语言係听我个身体里会动词言嘅。动词言会讲出来。佢前面係想問你做一種專心要滿意嘛？聽講要用爽度來形容。爽度就是我觉得做到现在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到现在就是此刻当下，还是很喜欢转系底部度大跳高 Q。我觉得对我来讲，呀就会庆值得欢喜的地方。真嘅，再次我恭喜強德人也種專系，無強用嘅曲風美術歌曲都出得大家好好來欣賞。再次恭喜，感謝大家，感謝瑞塔。哇！今日聽到無強用嘅強德美術歌曲都幾個故事哦，要分享所有嘅朋友大家共下來支持。希望大家今日收看2行200記小弟復習來見面，邀請大家等下繼續聽聽先生來做運動哦。希望大家長得了。